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苗栗的湾里出现一大片抹茶绿烟椒，就像是互人野真多青色的抹茶粉，搭配着天顶的白云，甲蓝色的大海，景色真水。苗栗湾里海边出现规大片青色石头，远看过袂说是有人伫海边啊野真济影茶粉同款。绿藻石的话是真的是第一次看，会不会觉得很奇特？哇，很漂亮！真侪人拢是头一摆看到，因为好天景色佫特别迷人，收真翕相。我第一次看到哎。我近一个看大细粒石头顶拢是青色的海菜，海菜和日头拍甲黏伫石头顶，用手一个扭，佫会牵死，袂说是石头发头毛同款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它的气候啊，比如说它这个天气非常炎热的话，有充足的阳光，它就会造成。那我想这应该也是造成，因为今年我们从4月份开始，大概天气都还蛮炎热的哈。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造成我们这刚好在夜里的这个海岸呢，有出现这样子？不过有人烦恼讲，这款的美景敢会是生态负减？专家解释讲，会出现这款青色的石头，是因为海水和石头发海菜是自然的现象，加上海涌安尼溢来溢去，过且带来袂少的鱼啊、甲虾啊，丰富这个生态。而且这款的景象唔是当年有，都爱天气特别热才会出现。所以讲乡亲在选伫个考楼的时，来欣赏这片难得一见的美景。